我係來自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廣福堂嘅林成信牧師。喺世上有7000幾種嘅語言當中，有超過2000種嘅語言並冇書面嘅文字，只係有口語，仲有好多咧都係冇聖經嘅。傳統上呢啲語言族群嘅聖經翻譯工作咧，通常需要幾十年嘅時間，因為我哋要先發明一套文字，訓練啲翻譯人員，然後將聖經錄製成語音嘅版本。好多時呢啲嘅族群根本冇辦法聽到神嘅話語，但係而家神賜俾我哋一份不可思議嘅禮物，就係口傳聖經翻譯，簡稱就係 OBT。藉住口傳聖經翻譯，我哋而家可以喺短短1年之內，即使佢哋係嗰啲冇讀寫能力嘅人，而家佢哋都能夠參與呢個過程啦。運用圖示同埋圖像嚟協助修飾翻譯嘅內容，呢一個係有史以來第一次，整個社群都能夠喺有生之年，佢哋可以用佢哋自己嘅語言聆聽到神嘅話語。我誠摯邀請你嘅教會參與 Gabriel 嘅計劃啦，就係 Get Audio Bible Recorded in Every Language。我哋嘅目標係喺2033年之前，將聖經翻譯成世上所有其他嘅語言。我哋邀請你哋全教會所有嘅世代同埋事工都攜手支持一個口傳聖經翻譯嘅計劃。呢一個唔單止係一筆嘅捐獻，而係一個影響深遠以至永恆嘅呼召。嚟參與我哋嘅 Gabriel 計劃啦，願主祝福你。